这样子的话，它就属于精量过少了。如何在家自查一下你老公的精液正不正常？很多人怀不上孕，我也跟着你们很着急。这个视频我手把手的教你怎么看一下你对象的这个，大家在评论区评论个正能量不知道这个视频能不能发得出来？希望大家都能早日怀孕，早日有自己家亲生宝宝。首先是量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咱们在家用目测法来估计精液量的话，像左边这个就是2毫升的量。最右侧这个呢是6毫升的量，中间呢是4毫升的量，大家有一个对比就可以了。那么从2毫升到6毫升，这都属于正常范围。那么比这个2毫升再少的话，像这样子的话，它就属于精量过少了，就需要进一步的检查。现在说完了量，咱们看颜色。正常的精液呢，乳白色或者有淡淡的这个黄色都是属于正常的。那么从气味上来讲呢，可能有一些淡淡的腥味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。那么就性质上来看的话，正常的精液应该是有一种胶冻样的感觉，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查一查。那么这种胶冻样的感觉呢，一般15到30分钟它会逐渐的液化，变得很软甚至说像水一样。如果说它液化的时间很长，30多分钟1个小时都还没有液化的话，就需要去医院去查一查。